越来越少。咱人无信心的时阵，讲起来，嘛，咱就无主见，咱就无体验，嘛是讲歹想啊，人咧讲嘛，歹想，歹免吼，袂当想。所以来到世间，咱一切经验拢是在想，拢在想，这心咱拢无咱拢把持袂了，这心咱无去除掉，讲起来是咱受到过一种关卡，一种阻碍，一种伤害。所以咱受到，咱去解脱咱自己的经验，我这人关，哦，然后一步一步，今日咱对出来报告时间，所以今日呢，咱今日大家共产就是大家手拉手，互相勉励，互相鼓励，大家咱度过了这人生的关卡，受到这个关卡，达到消受了是基础的问题，这是咱受到最大的目的。哦，那么我最后结论。甲千里为家千里，咱将天津来为天津去，咱离开厝外边，咱倒来外，无论咱做来，咱倒来是咱家倒来。我离开我的厝外边，我倒来外边。咱人对天津来，你看今仔咱今仔来出世，到天津，到食咯，就是咱老天津。食到老时阵，咱就回落咱人的天津，将天津来回天津去。对西方来，咱来对西方；对天来，咱来对天倒转去，这是做主要。但是要倒转去，要转去到厝，军路是关卡；要转去回到这个天津倒转去，这个过程嘛关卡。那么现在头尾上，头尾行的。那么呢，我还有时间到现在讨论。以上咱谈无所在，咱处理，咱把好好的把握，继续，好好的。